今日的客家日报内地报道运动片，我来讲的是网球同羽毛球。台湾嘅网球运动係日本输嘅，對日本傳入嚟。為100年嘅發展當中，應有優秀嘅選手，上座場有王詩婷、王懿祖一人，喺國際比賽如此有名。然後對2007年，張玉燕喺歐洲網球公開賽雙打得到銀牌，創下紀錄。原式網球就係屏東客家子弟李家鳳。有200路得到亞運嘅金牌。羽毛球方面，人講台灣一個嘅蔡依欣，喺2008年奧運打入8強，大家都感覺講過驚喜。也上面客家後生人喺國際比賽場上，如果上來大家注意，成績也都過好。好球！2012年歐洲網球公開賽，張俊賢同宋達項目都拿到台灣冠世界第3枚銀牌。I'll see you guys very soon, and I really hope I can come back very soon. 回顧4年前，張俊賢同宋家勇先後同奧運每秒拿到銀牌。全世界沒開始注意到，但對台灣嘅是阿妹。詹永然跟莊家榮最後是以6比3、6比4直落2，淘汰掉大陸的鄭捷以及燕子。2010年廣州亞運面對自家人嘅對決，張俊傑沒拿到混雙、5雙總有金牌。不管結局是怎樣，都是台北是最大贏家。那我覺得對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一個良性競爭，也代表我們的網球實力在亞洲來講是數一數二。愛好嘅成就，後半就是他女來傳遞機器。打完，立刻準備第2個，沒有猶豫的。單單球拍打4網球，賽末比賽，張俊賢嘅阿爸張年良是為同佢強化練球。喺2007年嘅方面，同其時嘅張俊傑看起來還是14年中。每天呢，大概4-5個小時吧，然後有時候超過這樣，對啊，因為我覺得在球場上，如果你是想當選手的話，你就會覺得你是快樂的啊。永然係一個一乖少年啊，我希望佢到大網球行，下一擺好好一打我希望佢一天我就一個以後嘅成績出來。至於賽事出國比賽，平均1年600個嘅時間同公開比賽嘅張俊傑，豐富嘅經驗同佢到球場紅粉自信，使他面對國家球員對手，可以完全唔冇驚。我最大敵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態，心理突破得了的話，其實敵人你也不用管他是誰啊，你就給他打下去就對了。其他嘅張俊傑無論係球技，亦係心理素質，都有精彩嘅成長。未透過國際比賽後打出名聲，俾世界看到台灣。到2025嘅時節，屏東領導國際嘅網球場上，預計選手3萬練球換入網絡。佢係李家鳳200個亞運原名雙打金牌。同歐名嘅爆發力來比較，原名因為球可會變形，打嘅方式更加多，依靠未更加重要。李家鳳因為係做白的，條件好，姿勢是本阿爸很高練，看做一步沒有經過嘅期待，是訓練未貼片樣條。這順頭你就練到暗步跳，阿無不用教，阿明嘢。你跳完太了吼，個辛苦，一本教練罵又要走，規日同爸爸講，每練呢，一本爸爸罵，真是個辛苦啊你啊！十分難得的一個天才型的選手啊，佢將人哋練球嘅時候對貼配的某個要求。大擺打球都全力去打，李家鳳專心練習自己嘅準備，而同練靶之路向前推進。即家都有這種目標。自細從小啊，都有啲目標講拍嘅時間啊，一定要做決勝，我做台灣最強嘅選手啊！跳起來停下搖，3網打球，
羽毛球运动队进入速度同爆发力嘅挑战，世界不仅看到起到真刺激，但是系车技型青化武器。不过2022年初，蔡依林在因为脚条灼伤快刀，被困复健8年，其重转球场，虽然无法透过电去扣杀，不过球技在因之下呢，更加全面，更加成长。我就是迷信我自己的杀球，我自己的速度。受伤之后的成长，就是我往前有一些东西，就是慢慢的成长，我的观念慢慢的成长。前途北京奧運男單項目翻200強創咗紀錄嘅蔡依林，希望係繼續參加比賽，為自己結婚，又一個挑戰2022年嘅倫敦奧運。因為一天要出去比賽，要出國比賽，那有幾積分，我要達到積分，才可以參加奧運。所以更加5月開始都更加都冇辦法出去比賽，還是想要拼下一屆奧運，只是講更加時間上面對我來講比較緊迫。蒋俊傑、李家鵬、蔡依林亦3屆後生嘅強人，都係民國70年時嘅時代，佢哋有目標、有理想，實實在在嘅完成夢想，唔驚艱苦。頭次嘅項目度做下打出一片天，你真專心嘅替國家爭取公獎，佢哋都係強人，更加係台灣嘅驕傲。客家新聞，林建佑、廖福珍綜合報道。